用我的眉毛换到一座充满蜂蜜的大房子呢。首先你要有眉毛，你的眉毛看起来像修上去的。哎，尊重哦，你之前还不是一样？哼，有梦最美，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且愿意跟别人交换的礼物吧。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呢？是什么东西掉进来啊？嗯，好像是玩具哦。那我们来开箱看看吧。导演，你开的有点久哦。哦，好可爱哦！那我们继续吧。嗯，你是谁？你是谁？我是99学长喵，喵，哎呦，这敢是你的声？哦，不是啦，这不是重点啦，重点是你为什么来这边？哼哼，你们是不是想知道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我就报给您知。2022年梦幻 Christmas 市集 Dreamy Christmas 就在12月24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以及晚上6点到8点的梦幻晚会，都在迦南教会中华路49号，还有33号2楼。好期待哦，好期待哦！我怎么办要赶快去挑我要交换的东西。好，但不可以是眉毛哦。哎，尊重，等等，哎，你一起走吗？ Let's go！走吧。走啊。哎，帮他一下啊。哎，学长你好壮哦！怎么那么多玩具啊？啊，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江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江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抽中！啊，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雨随天缘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啊，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啊，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哇哇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就是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啊，又是1年1度的圣诞节啊！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好开心哦。今年也要一起开心啊！我知道了，我们去找部长出去玩吧。部长，干嘛啦？走啦，我们出去玩。去哪里玩？外面很冷哎，你看我们家有火炉，还有暖暖的被窝，在家睡觉不好吗？你一
年365天，你天天都在睡觉，你该出门了啦！而且啊，圣诞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好不好？你要去哪里玩啊？而且出门逛街又累又花钱。不会不会，我跟你说一个地方哦，它叫做梦幻圣诞。梦幻圣诞，跟你说，那是一个圣诞节的义卖市集哦，而且晚上还有别的晚会，还有换礼物哦。呦，那是什么？以物来，以物念3次，念快。以物，呦，懂了吗？懂了。很好，你也有那个门票了。只要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礼物来跟别人交换就可以喽。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眉毛换到一座充满蜂蜜的大房子呢？首先你要有眉毛，你的眉毛看起来像修上去的。尊重哦，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有梦最美，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且愿意跟别人交换的礼物吧。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呢？是什么东西掉进来啊？好像是玩具哦。那我们来开箱看看吧。导演，你开的有点久哦。哦，好可爱哦！那我们继续吧。你谁？你是谁？我是99学长喵。喵。哎呦，这敢是你的声？哦，不是啦，这不是重点啦，重点是你为什么来这边？哼哼，你们是不是想知道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我就报给您知。2022年梦幻 Christmas 市集 Dreamy Christmas 就在12月24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以及晚上6点到8点的梦幻晚会，都在迦南教会中华路49号，还有33号2楼。好期待哦，期待哦！我要赶快去挑我要交换的东西。好，但不可以是眉毛哦。尊重，等等。你一起走吗？ Let's go！ 走吧。走啊。帮他一下啊。学长你好壮哦。一个是师傅嘛，一个是辅导，他们彼此互相影响牵绊那种感觉。然后炭治郎也因为原著而成长，那个脸部的神情非常还原。说衰老跟死亡正是人类这种生命短暂的生物美好的地方。面对这个要审判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人救赎啊。那我就凭着信心，都不要迟疑，就冲啊！我们恭喜你。圣诞欢乐颂，开箱惊喜圣诞礼物喽！嗨，大家好，我是美味蟹堡，我是阿月。今天又到我们开箱时间，今天要开箱可动的上次可动的印象反应非常好啊。对，而且非常的，就是大家都觉得可以玩，然后又配件又很多，没错。所以今天呢，一样要带给大家同系列对中动的钢铁人战争机器。哇，不得不说，它这系列的盒子啊，都做得非常的精致，很像原文书，然后整个这样闪闪亮亮的。然后它一样都是做这种磁吸的，可以这样噔，这样可以打开，然后东西就放在里面。是。然后旁边就是这种磁铁磁扣的这样。没错。那旁边还会有这个雷射标签正版授权。正版的。对，它这个系列真的是做得非常棒。它其实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收可能比较大一点点，1比6，这叫1比6的。那这个是1比10的，它这个1比10能够做到正版，然后又做到这个可动。非常不错，很不容易耶。然后配件又多，还有很像哦。我觉得 CP 值超棒。对，这战争机器真的是很帅，可以看到它这后面
还有这个一些它可动的一些细节等等，而且它有地台，然后它后面还有写一个故事，对耶，它这个马克一战争机器马克一是出自于钢铁人第2集哦，然后是由马克2去改造的。它原本只是一个测试机，然后后来就加了一些配备啊，升级之后，对，然后再重新登场，然后非常的帅。在剧情里面是辅助这个我们主角钢铁人超级重要的一个角色哦。哇，辅助真的有时候在不管是生活当中还是各个时候，只要是最好的那种救援，对不对？对，都非常的棒。而且他的那个，他就是很少会有这么值得托付很重要东西的朋友伙伴。那他就是罗德，然后他这个是钢铁人最托付的一个人哦。最信任的一个。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这种人或朋友，甚至亲人等等。我觉得只要是有，其实都是非常幸运的哦。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到他的本体。好。对，哇，他这个本体真的是非常的棒哦，还没拿出来就很惊艳哦，哎呦，然后可以看到它是整个是呈现雾面的，但是，在我现场这边看啊，是有一点珠光感觉，就它好像上面有一些亮粉的那种感觉哦，整体做的是非常的帅，然后啊，它的这个所有的，比如说像肩上这个机关枪啊，什么都做得很生动。它是没办法，它是我组装上去的啦，因为我已经帮大家组装了。都是分开好的。没错没错。所以说在把玩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它弄掉了。它原本也是这样子盒子装在里面的。对。然后配备也是分开装的，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拿出来了。是，然后可以看到，我现在都是连地台哦，加上它的本体一起拿着。那我们来分开给大家看，它这个地台，它这个夹子我很喜欢，因为它夹子它会回弹，回弹是什么？就这样，放回去它就夹回去了。所以它夹回去的话，这样子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你不管怎么夹，你的这个才不会随随便便掉下来。那我们先看到它的地台，它上面就写这个 Iron Man 第2集嘛。直接印电影的标题。对，它就是它电影开场的那个标题，然后几乎颜色什么设计都几乎是整个弄上去这样子，然后上面有写漫威啊。然后再附上这个夹子，然后这个夹子可以这样子前后，就是可以前跟后这样去弄动作，也可以左右边。所以说你在做一些这个，比如说飞行动作的时候，就很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比如说把它夹在上面啊，做这个好像正在像超人一样飞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太酷了。对，没错。而且它这次很特别啊，是这个下面有做这个喷射器哦，喷射器，它喷射器是做很硬的那种材质。不是这种软，所以它遇到比如说台湾夏天很热的话，就不会融化，对，不会变太软，这样软的会变形。然后啊，它这个喷射器装在下面，就那个动感就非常的非常加分哎。对啊，很加分，这样。而且它颜色是做那种有点透明的那种，对，真的更有层次。对，然后可以看到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可动的部分。它可动啊，就是这样子转，然后它旁边有一个这个也是类似枪炮的东西。也是我装的，把它装在这上面。那它配件真的超多哎。对啊，它配件，但它枪啊什么的都有。对，而且它配件几乎都是就是本身就装在手上的，因为它叫做什么战争机器嘛，所以它很多武装的东西，跟我们这个钢铁人稍微钢铁人就比较素一点点，没有什么武装，但它身上非常多，所以说它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壮硕。好好玩哦。对，你看我把这个旁边这个拆下来就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卡榫直接卡在上面就可以了。对，然后它这个形状啊什么的都做得很生动，对，涂装上面我觉得也丝毫不马虎哦，尤其是它的分别上面，然后它这个中间的这个反应炉啊，可以看到它是在中间的，对，然后啊，还有我觉得它很精彩的是什么？它的腰啊，跟我们上次开箱那个蜘蛛人一模一样，可动蜘蛛人它是可以做伸展的，比如说你要做站立的模式的话，就是这样站着，对吗？然后你要给它做弯腰一点点的话，就可以这样子。对，但是因为它真的装备太多，所以它没办法像我们，它可动程度啊，就是有时候会卡到，比较重一点。对，比较卡到，然后所以说那个像蜘蛛人就没什么东西，就可以它很能够凹啊。那这个的话，有时候会被它自己的这个武装装甲给卡到一下，对。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啊，它的这个可动的感觉啊，至少基本的大部分动作都还算是可以做的啦。你看那个脚的弯曲啊什么的，伸缩啊，变化蛮多的。对啊，然后而且我觉得它的
他的手尤其是很帅啦，那个肩膀、肩胛都可以这样子打开来，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球形关节，这样放进去，然后接着呢，我们就直接看它的后面，它的后面很帅啊，你看那个子弹啊，那一整排，像机关枪一样，还有这个什么导流板的那种感觉，像飞机一样，然后可以把它盖上去。哇，这设计实在是太帅了。然后那个机关枪呢是卡这边加卡这边，然后才可以把它完整的固定住，超级紧的啦。然后它整体啊，它上面的这个数字、英文什么的，它的型号都做得非常的到位，哇，很帅，很精致哦。我的侄子看到啊，他就说：“哦，我要这个。”他说什么时候要抽？真的感觉小朋友都会很喜欢这种，可以拿在手上，然后这样咻咻咻，还可以装一些这喷射器的东西哦。那我们的战争机器啊，今天不知道会讲落谁家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喽。Hello， 大家晚安。哇，钢铁人哦，我也想要哈。特别钢铁人有一个算是好朋友，可以托付给他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有谈到的，就是罗德哈。罗德原来他不跟钢铁不知道他的老板就是钢铁人哈。后来他有一次的机会去帮忙去处理一个事情，被迫哇，他才发现哇，原来他这个罗德也很厉害哈。最后他变成是这个钢铁人了托付给他，就是这个罗德心里哈。一个存记者原来他是被人家托付的哈，被人家重托在让我心里要想人家托我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完成，人家给我这个使命，我一定要去完成哦。今天我在圣经当中，圣诞节也一样哦。我们看到玛利亚，她还没有结婚，她是童女，但是有天使就告诉她说，有一个小婴孩哦，从神那边来的，要从你的肚子来出生哦。玛利亚就存记在心，她也是一个托付的跟罗德一样，她存记在心，然后大家也不怕人家被误会哈。前几天我们讲约瑟他的未婚夫可能会误会他可能甚至在当时候的法律他会被打死的哈，但他存记在心，反复的思想。我们前几天看到那个牧羊人哦，他听到好消息，他们也是被托付说要去报佳音哦，他们也是一个被托付一个责任，然后去告诉人家好消息哈。于是今天的经文就讲到路加福音2章16节说，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是因为他们内心存记着，哇，我有这个任务哦，我是被托付的哦，所以他最后就会达成任务，就会活成他原来心里存记的，他就会活成那样的样子，就会达到那样的样子，也就是我们心里存记什么，心里存什么，我们就会活出什么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这个钢铁人跟罗德。罗德是钢铁人的什么？我们请写在我们的留言板，好吧？刚才一直讲哦，还有吗？他存记在心，因为他被怎样？他有没有被？他是一个被托付吗？所以他存记在心。我们都是一个被托付的人所以我们存记在心。我心里存记着什么，我就会活出什么。好，来，如果你已经好了的话今天这个答案没有在我们分享里面，而是刚刚音乐牧师一直在讲玛利亚也是被托付的因为她存记的这个心有人托付她，她就要去完成罗德刚才这个罗越导演说他是一个被托付的人被人家受托付的人好，有吗？有没有人答？
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受托付的人哦，托付的人，受托付的人哦，被托付的人，所以他存记在心。你是不是一个被托付的人呢？托付的意思就是人家拜托你，你就去达成。我把这个存记在心，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把这个人的话，妈妈跟我讲，我要去美国，我要好好学英文，那这个孩子就真的学英文，后来他真的去美国然后还回来台湾，他就是有一个使命。他被托付他是一个托付，把这个存记在心，那他就活出那个人家托付给他的这个样子那英业牧师小时候这个被托付成为一个要勇敢的人，因为上帝有一个勇敢的心在我里面，我就活出那个勇敢的样子，这样子即便流眼泪这个勇敢不是不流眼泪勇敢是即便流眼泪，遇到困难流着眼泪，我还是去把它达成把这个存记在心，托付的人。好，所以答案呢，这个罗德他是钢铁人，托付的人受托付，你只要有讲到托付、受托的人都可以好，来，我们来看受托付的好大家都知过能改他不只是下属而已有的人下属他不负责任都没有用，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就来看都好了，我们就来看谁答对了好，第一个答对的是刘胜忠1号被托付的人2号黄文月对文月对，3号文乐对，4号庄传博对吗这个字很小，音乐牧师看不到，不好意思，庄博文是吗？好敏，对不起，好，你们都已经弄好了信吉5号对，玉珍6号对，7号是卯中燕，好，那我们就这几位咯有7位对吗？请问还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没有在里面的？好，都有了吗？好，一次第2次都有了第3次，那我们就要来转好，我们要转出3位，好，预备3、2、1，转3位，好，我们要来请第1位，我们要分享的是你有没有过被托付，然后你就成为那样的人，我有达标的这样可以吗？知道音乐牧师说的吗？好，你有没有过被托付，就是被拜托那你就慢慢就成为那样的人像音乐牧师常常被拜托那我就会成为那样子的人，就成功达标好，来我们看1号谢信吉，是信吉要回答还是嘉恩？我请开麦克风。又是一开始了，请开镜头要开镜头好，好，你被托付什么？大声一点。托付你学，你就说学围棋学围棋。对，因为你被托付了学围棋，要脑筋要动得快，还是要有组织能力，还是怎么样？脑筋动得快吧？脑筋动得快，所以你只要相信你存记在心，你将来持续学都不要放弃，你就会变成一个脑筋动得快的人好不好？好，上帝祝福你，很好下一位，不客气，很有礼貌，我喜欢。来，黄文月，Hello， 请开镜头跟麦克风。开了。好，请说。你被托付什么事？我被托付要把英文学好。把英文学好所以你就会成为一个很会说英文的人，只要不怕困难，对不对？
有这样信心是吗？往前哦，哈，好，上帝祝福你，把这个要记在心上，好不好？好，你就是成为一个被托付的人，跟罗德一样，钢铁很厉害的哈。好，上帝祝福你哈，我也很喜欢你，很有礼貌哈。好，下一位许玉珍，请开麦克风跟镜头，请分享。我被英语老师托付参加全班1位英语朗读比赛。哇，我很努力。很努力哇！给你拍拍手，努力最重要啊！努力哈，这个不管有没有得名，这个过程你已经得奖了，对吧？就已经学了，你就是成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了哈！哇，好喜欢你们的分享。好，那我们就要来这3位哦，预备哦，来看你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哦哈。来请我们同工看一下你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哦，对不对？好，第一个分享的是信吉其实是嘉恩哈，然后文月然后玉珍哈。好，来，那我们预备了，我们要来那个转盘好吗？哈，玉珍的小孩子其实你也可以打上名字。玉珍，你的名字是什么？吴佑勋。好，吴佑勋，好，那我们预备要来转了，好，倒数5、4、3、2、1，转，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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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紧张哦，哇，快听了呀，是谁？耶！佑勋，恭喜你上帝真的祝福你哦要好好来努力哈那我们佑勋 ，Hello， 恭喜你哈，上帝给你很多的恩典跟祝福哈，他知道你很需要哈。好，那文月我们兴起那个我们嘉恩，我们明天可以继续加油，好不好？记得你被托付的事情，这个过程好，上帝祝福大家好好休息，明天要早点起来，因为我们被托付成为一个好学生呢，要早起，要准时上课。好 ，OK， 明年见，晚安，拜拜，爱你们，小心，拜拜，再见，再见，再见。